它是中国历史上最神秘的朝代，和秦朝一样，只存在短短的14年，但它却不被历代王朝所认可。它的创建者争议极大，有人说他是历史上最大的奸臣，也有人说他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改革家，盛赞他改革措施超前，像极了2000年后的今天。他就是王莽，他所建立的朝代就是新朝。接下来让我们追寻历史的踪迹，来展现王莽篡夺汉朝皇位并建立新朝的历史全过程。公元前45年，王莽出生在一个著名的世家大族，其家族因他的姑母王政君贵为皇后而名声显赫。自汉成帝时期开始，王家先后9人封后，包括王莽在内5人担任大司马。王莽自幼便成长于权力的氛围之中，然而他命运多舛，少年的王莽接连遭遇父兄离世的痛苦。他寄居在叔伯家里，从小就寄人篱下，不同于其他堂兄弟的生活奢靡，纵情酒色。他自幼生活简朴，谦逊待人，完全没有富家子弟的骄横之气。公元前22年，王莽的伯父王凤病重，病榻前，王莽日夜侍奉，这让王凤非常感动。于是王凤引荐王莽入朝，担任黄门郎。至此，年仅24岁的王莽便踏入了王室的权力核心圈。王莽为人慷慨大方，深谙人情世故，他广结善缘，在他周围贤士云集，他的声望也日渐升高，甚至超越了家族的前辈。他的职位也不断获得升迁，先后担任摄生校尉、新都侯、骑都尉兼光禄大夫加侍中。公元前8年，大司马王根病重，家族成员为争夺大司马一职蠢蠢欲动。王莽的表兄淳于长最有希望继任大司马一职。此时王莽采取非常手段，秘密收集淳于长的罪行证据，并巧借王根之手，一举铲除了这位潜在的竞争对手。随后在王根的极力推荐下，王莽接任大司马一职。公元前7年，汉成帝驾崩，汉哀帝登基，朝堂风云再起。汉哀帝的祖母傅太后与丁皇后的家族开始得势，王莽避其锋芒，辞官隐居封地，深居简出。期间他的儿子王霍不慎失手杀人，酿成悲剧。王莽强忍悲痛，责令他的儿子自杀，以正家风。此举令王莽在民间好评如潮。公元前1年，汉哀帝驾崩，王政君太后重新执掌朝政，他拥立9岁的汉平帝继位，同时力荐王莽夫人大司马。同年，王莽获封成为安罕公，权倾朝野。为了巩固权位，王莽将女儿王晏送入宫中，并被册封为皇后。这一时期，王莽屡次捐钱献地，以赢得民心。在政治上，他排除异己，培植党羽，并笼络儒生。他精心塑造自己的形象，成为人们心中治国平天下的贤良圣人。公元5年，汉平帝病逝，此时的王莽权倾朝野，他拥立只有2岁的汉宣帝玄孙刘英为皇太子，并要求王政君下诏允许他称假皇帝，权力几乎与天子无异。此举激怒了刘氏皇族，安众侯刘崇首先举起讨伐的旗帜，率军直指宛城。然而由于孤军深入，最终失败。次年，东郡太守翟义起兵反叛，他拥立延襄侯刘信为帝，一时风云再起，群雄响应。王莽则怀抱幼主于宗庙之中，日夜祈愿，并誓言待幼主成人后便归还权力。同时他调集各路大军前往镇压，最终平定了叛乱。此事过后，王莽的内心萌生了称帝的想法。公元9年，54岁的王莽迫使王政君太后交出玉玺，并接受孺子婴禅让皇位，登基称帝。至此，新朝政权正式建立。称帝后的王莽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，他试图通过复古西周时代的周礼制度来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念。他根据儒家经典实施改制，史称王莽改制。他颁布法令，将土地尽数归为国有，名为王田。他废除私田制度，并禁止奴婢交易。同时他重塑币制与官制，垄断盐铁的经营，山川河流也归属国有。他对各行各业征税，同时官府给需要资金周转的人提供贷款。这些众多举措思想前卫，若得以顺利推行，
定能加速华夏民族的历史进程。然而，这些政策许多与当时的实际情况脱节，致使民怨沸腾。加之政策的实施多以严刑峻法推动，导致社会动荡。这期间，国内已有东海郡、南海郡、北海郡，王莽责令羌人交出青海湖一带的土地，建立了西海郡，凑齐了古书上描述的四海之说，同时将原来臣服于汉朝的匈奴、高句丽、西域诸国和西南夷等少数民族首领由原来的王降格为侯。王莽的这些做法导致这些少数民族拒绝臣服新朝，这也导致边境摩擦频繁发生，边境地区的混乱不断扩大。同时，王莽改制所引发的社会混乱愈演愈烈，达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，加上频繁的天灾，最终爆发了全国范围的农民起义。起义军中，南方的绿林军和北方的赤眉军是农民起义的主要队伍。公元23年，西汉宗室刘玄被绿林军拥立为帝，他就是更始帝。此举大大震动了新朝，新朝派遣大军镇压，但未能成功，新朝军队损失惨重。同年9月，绿林军攻入长安，混战中王莽被杀身亡。至此，建政后仅存在了14年的新朝政权彻底覆灭。